成龍大哥呢一世好似真係要抱憾終身啦。就算佢賺再多錢，頂住巨星光環，到咗2025年，71歲嘅佢都好難享受到天倫之樂。個仔唔爭氣，個女唔聽話，坐低傾偈都成咗奢望，仲話咩仔女懂事，孫兒繞膝咁嘅美夢啦。喺大家心目中，成龍大哥係好犀利，但喺現實生活中，佢真係算唔上係個好阿爸。對個仔嚟講，頂多就係有份責任心。成龍喺結婚前就已經成名，交往過好多知名女星。不過佢對女朋友嘅防備心都好強，喺佢心入面，女朋友係唔比兄弟緊要嘅，女人好有可能會騙晒佢嘅家產。呢個唔係佢自己亂諗，係因為佢身邊好多兄弟都試過咁嘅事。喺片場成日蹦蹦跳跳咁搵錢，為咗家庭累死累活，錢全部打咗去老婆度，結果返屋企就剩低個吉屋。咁嘅情況出現得多了，就更加堅定咗佢要將錢揸喺自己手入面嘅想法。至於結婚生仔，當年佢根本就冇諗過。林鳳嬌懷孕嗰陣，成龍都好驚訝，跟住佢就講咗句生啦。林鳳嬌就放低咗自己喺演藝圈嘅一切，自己去咗外國待產。等成龍再出現喺佢面前嘅時候，離預產期就剩低2日，成龍都冇諗過要俾個名分俾佢，都係林鳳嬌唔想個仔冇阿爸，兩人才簡單咁結咗婚。雙方手入面嘅錢都唔少，但係冇一個人話要大排筵席，就喺酒店入面叫咗個神父，簡單到有啲寒酸。第2日個仔就出咗世。喺房祖名嘅印象入面，3、4個幾月唔見阿爸都好正常。佢成日同阿媽同工人住喺別墅入面，兩公婆好熟，又好似好生疏。林鳳嬌對個仔冇咩大期望，就希望佢可以好好咁長大，做個懂事嘅人就得。成龍同個仔嘅交集都好少，每年喺屋企團聚嘅日子都少到唔得了。房祖名17歲嗰年，網上爆出成龍有外遇嘅消息，林鳳嬌睇住報道，成個人呆咗，一句話都唔講，連打個電話去問都冇問。成龍心入面又氣又喜，因為佢早就想離婚，但係冇理由，呢個時候冇比呢個更合適嘅理由。雖然兩人結婚咁多年，佢心入面對阿媽依然有防備，離婚對兩人嚟講都好似係最好嘅選擇。佢一通電話打過去，就等住林鳳嬌大吵大鬧，咁樣佢就可以講出離婚啦。點知對方嘅反應好淡定，聽得出好失落，但係佢冇嬲，話俾佢聽，叫佢好好處理，如果需要佢出面，佢就會出嚟講下，完全係為成龍諗，冇任何為自己爭取利益嘅想法。成龍掛咗電話先知自己幾過分，眼淚都流咗落嚟。之後佢嘅遺囑上面就多咗林鳳嬌個名。至於吳綺莉生嘅小龍女，成龍從頭到尾都冇見過面，更加係冇理過。就算呢個女長大之後公開出櫃，同女朋友喺街頭流浪領救濟餐，佢都冇諗過要俾啲補償。小龍女對呢個都係無所謂嘅態度，佢細路嗰陣都向往過父愛，結果發現點樣都唔可以擁有之後，就選擇咗自力更生，過另一種生活。佢同親生阿爸之間真係可以講係只有血緣關係嘅陌生人。小龍女生活好慘嗰陣，房祖名都唔讓人省心。佢可以自我選擇之後就去學音樂，唔跟阿爸嘅腳步去學舞。喺佢心入面，學舞又苦又累，仲不如打籃球咁舒服。成龍對呢個都冇阻攔，對個仔嘅發展都冇咩規劃。所以房祖名要入娛樂圈嗰陣，成龍都冇咩大諗法，就揾咗老朋友幫下手。房祖名頂住成龍個仔嘅光環，確實得到好多好嘅資源。不過佢嘅發展真係比唔上佢阿爸，後來仲因為吸毒被捕。事情曝光之後，成龍同林鳳嬌都好震驚，唔敢相信個仔喺佢哋睇唔到嘅地方，居然會沾上啲咁嘅嘢。2014年，成龍接受採訪嗰陣，仲話如果自己早知呢件事，自己會打死佢。話入面可以睇出，都係老父親對個仔恨鐵不成鋼嘅心情。雖然成龍參與個仔嘅生活好少，但對個仔出手都好大方。
喺個仔成年之後，仲送豪車俾佢，知佢中意邊個明星，仲特意叫個明星一齊過嚟同佢食飯。可惜個仔就走咗上錯路。房祖名出嚟之後，成龍冇打佢，而係張開雙臂，好好咁抱咗抱呢個脆弱嘅仔。父子倆嘅隔閡喺呢一刻好似和解咗。後來房祖名都仲係喺娛樂圈發展，不過就掀起唔到咩風浪，慢慢就消失喺大眾面前。而家成龍都70幾歲，仲喺大銀幕上面摸爬滾打，本應該享受天倫之樂嘅年紀，仲未停低腳步。可能佢係沉浸喺享受呢種生活，屋企對佢嚟講都係個落腳嘅地方啫。